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真 Talk。世界大變啊，但真都係同大家一齊分析最新嘅情況。而家就開始關稅日，咁特朗普總統咧就話呢個係隻經濟嘅獨立宣言，但令到呢個股市咧就震盪到不安啦。咁另外咧就各個國家嘅反應都不一。今次嘅關稅大戰會帶俾世界點樣嘅變化呢？今次我哋就請咗即係國際問題研究嘅學者啦，咁都係潘東海先生同我哋一齊分析下。哥特你好，係 Sarah， 你好，大家好嚇。咁就我即係喺呢個節目就做好多政治時事啦，咁我又做一啲歷史文化啦。其實原本我嘅專業咧係做即係國際金融嘅，咁所以喺呢方面咧，我諗就即係呢個話題咧，我哋可以比較上即係用翻我個本身嘅專業，即係幾十年嘅經驗去同大家分享下嚇。係啦，所以我哋即係今次唔係對一個國家嚇，咁全球咁百幾個國家都係受到呢個對等關稅嘅影響。咁就阿川普總統就話，今次係即係美國最重要嘅日子，係話係經濟嘅獨立宣言。我見到麥斯總統都出嚟，副總統都出嚟講下，即係美國人咧會經受一個痛苦嘅日子，就希望會帶俾美國重大嘅改變啊。咁點睇咧？今次一定要出呢招嘅。嗱，我就咁睇嘅，即係我哋分兩個層面去講。第一個咧就係話，如果佢係真係對等嘅，嗱，而家好多人批評佢，即係好多人就覺得美國咁樣做好唔啱，有啲咧就話咁樣做咧就會破壞個市場、破壞個經濟，帶嚟好多負面影響。嗱，我哋先唔好講一部分，而係講話到而家為止，冇人話佢唔係真對等，即係冇人話佢係假對等。咁換句話說咧，就即係而家美國要求嘅嘢咧，就係話你以前點對我，你而家點對我，我就同翻一個道理對翻你。咁其實佢已經係有折扣嘅咯，大家要明白喎。即係譬如你收佢60幾個 percent，佢收你30幾啫，係咪啊？我哋理解就係已經即係益咗你嘅咯。咁咧，其實如果咁樣講，就即係話原來咧美國要不斷咁樣做老襯，不斷咁樣蝕底，呢個世界先穩定嘅。咁你呢個角度嚟睇，咪即係其實都幾奇怪嘅。咁同埋咧，即係話，即係好簡單啫。兩個國家，你啲貨輸入我呢度，我就收你50%。但係我啲貨嚟你嗰度咧，你就要我即係無條件即係無條件可以買到另一邊。即係話，即係咁樣，好似唔係好通喎。而家冇人話佢唔係對等喎。即係話，我哋只不過係將嗰樣嘢對等翻，就會引起世界大災難。咁即係話，美國要長期蝕底俾所有嘅貿易夥伴，呢個世界先至可以順利咁樣即係運作嘅。咁呢樣嘢嗱，呢一點咧就好似覺得唔係好通嘅喎，其實。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話，好啦，我哋實際啲講，究竟係咪有啲咩害處，有啲咩好處咧？就睇下你點處理啊！嗱，我哋舉一個國家嘅例子，呢個叫以色列。嗱，美國話咧，而家咧我就要收你對等關稅㗎啦。咁但係以色列話咧，我就會將以前美國入口嗰啲關稅全部取消。嗱，如果咁樣咧，咁美國又唔收佢關稅咯喎，因為對等啊嘛。你唔收我，我冇理由收你㗎，係咪啊？我哋知道，譬如好似香港嚟講，即係而家香港冇得講啦，香港變成中國一部分啦。但係以前香港有個獨立嘅地位，即係喺英國殖民地統治嘅時代，香港所有入口嘅嘢都唔收關稅㗎嘛。咁即係如果你而家揾一個自由貿易港或者一個自由貿易嘅國家，佢嗱其實有好多㗎，嗰啲國家咧美國就唔會收佢關稅㗎嘛。咁所以就話你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仿效以色列，係咪啊？即係話你唔去收人關稅。咁人哋唔係唔收你咯，咁所以如果你而家譬如話好似歐盟咁樣，係收美國極高嘅關稅嘅，